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0月14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禁食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19节到23节。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18节。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。禁食，好若亲像咱无偌久进前讨论过的节期礼仪共款，有人将这个禁食当作是宗教礼仪，亲像法利赛人共款。圣经的记载，法利赛人徛停停，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。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穷乏取财、不义淫乱，嘛无亲像这个冒税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路加福音18章11节到12节。法利赛人用这个宗教礼仪来看禁食，并且掠家己做骄傲的基础。有一寡教会将禁食当作是要求会友展现这个敬虔的一种标准，但是这并不是禁食的目的。有人将禁食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来禁食来执行。造成一个人因为安尼身体无爽快，还是讲身体无好的兄弟，因为安尼身体扛袂牢，造成着不必要的伤害。禁食到底是啥物？基督徒要安怎来看禁食？咱搁该看到伫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18节经文的记载。这是摩西上西奈山的情景。圣经讲，上主甲摩西讲：“你上山来我遮，留点遮，我要将我所写要教示人民的律法，甲诫命的石板予你。”摩西甲伊的助手的约书亚就出发。摩西爬上上帝的山，摩西甲遐的长老讲：“恁踮遮等阮，听候阮倒转来。阿伦甲互你有甲恁做伙，民众若有代志，通去找因。”摩西上山，山有云盖地。上帝的阳光停伫西奈山，云遮山6日久。第7日，上主对云中叫摩西。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的阳光显现，亲像火伫山顶在倒。摩西上山入云中，伊留伫山顶40暝40日。摩西上西奈山40日暝，圣经并无特别记载，或者是讲强调伊是毋是有禁食。但是咱若对耶稣基督伫咧传福音进前禁食40日的情形，以及实际上的情形来看，摩西真有可能伫西奈山顶是禁食40天的。禁食，摩西伫禁食的目的是为了要甲上帝亲近，为了要甲上帝来见面的时，专心通好来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旨意甲呼召。相对伫迄个山骹的以色列人，40天来无代志通做，因伫遐咧等待。嘛毋知要爱安怎，也无看到摩西，
毋知要自毁，阁毋知要安怎祈祷，阁嘛无禁食来听候。后来就忍耐袂牢家己的骄傲、需求甲欲望，就将所有的金银财宝摕出来，互亚伦为着因做一只金牛。禁食毋是为着夸耀家己，毋是为着礼仪，更较毋是为着要要求别人所定落来迄个标准。禁食是为着要互家己更较专注，甲上帝来立约，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伫利未记以及申命记内底，或者是讲旧约的中间有济济甲禁食有关的记载，拢强调是认罪悔改，然后进一步甲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。所以咱千万毋通学习迄个法利赛人。马可福音第2章18、19、22节安尼记载讲，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派的人伫禁食，有人来问耶稣。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派的门徒禁食，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禁食？耶稣因讲，新郎要伫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人客减会通禁食。因要甲新郎做伙的时袂禁食。日子伫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迄时因就会禁食。无人用无够水的布去补旧衫，若是安尼，迄块新布就会拆离旧衫，颠倒破搁较大空。嘛无人将新酒放伫咧旧皮地，若安尼新酒会甲皮地变破，酒流出来，皮地嘛歹去。新酒应该放伫新的皮地。基督徒需要对禁食有新的思想，若无就会受到犹太主义来影响，曲解禁食的意义，就变成做一个只有求礼仪，却毋是真心悔改，更加无追求甲上帝建立良好关系的人。为了教会特定的目标，好像亲像布道会啦、建堂事工啊、中级选举啦，或者是家己认罪啦，拢会当执行禁食，互家己更较专心注目伫上帝。方式上会当采取每一日一顿，或者是用兄弟接力等的方式。应该注意的代志，就是讲要注意参与的兄弟是毋是健康。若是有腰子啦、血糖啦，还是忧郁症等健康的问题的人，无适合参与伫这个禁食的礼仪的中间。禁食需要随时检讨，避免伫禁食的中间兄弟发生这个健康的意外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是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伫永远。啥人会晓得讲起上主的大权能？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？所有维护公平、不时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子民的时，求你会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。
求你，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，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，阮甲阮的祖先共款有犯罪，阮偏离正路做歹。19节到23节，因伫迄个山做牛仔，因拜所住的像，安尼。因用食草的牛仔做上替换上帝的阳光，因袂记这甲因拯救的上帝，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，伫含的地行奇事，伫红海做通行的事，所以伊讲要甲因消灭。若毋是伊所竞选的摩西徛伫伊的面前极力申诉，消除伊的受气，伊已经甲因消灭啦。恳求主帮助阮的学习基督共款，倚靠上帝的保守甲带领，互阮用禁止来表达阮的忠心，毋是用来家己骄傲。求主帮助，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